来是家己的世界拔地会，今年为六卡刷到中部来举办。这届邀请10个国家的茶人分享着家己国家的好茶，当然嘛包括着世界第一等的阿里山的高山茶。这几年来，茶农嘛研发着阿里山的高山红茶。这届的拔茶会，佮特别举办红茶的评鉴，希望透过比赛来提升茶农做红茶的技术。说起茶，每个人都很熟悉。讲到茶，就想到家己的阿里山。喝到茶很容易，但想喝到真正的名茶，却不那么容易。要啉各国的名茶，就来家己。2019年第4届世界拔茶会就伫中部乡停场，一次邀请10个国家的茶人，展现茶技，嘛分享好茶。整地茶具泡水原国式的茶，这茶棚中有后树风格，有世界第一等丰富阿里山的高山茶。这次嘛有几啊区、几啊位得奖的茶人受邀请参加。其实为着要配合国际喜爱，今年来阿里山茶农嘛有研发高山红茶，这芳气是非常迷人，在市场大受欢迎。所以这次的拔茶会就有一个特别的安排。举办红茶的评鉴比赛，那我们希望可以挑选出我们冠军的红茶的茶人。那希望透过比赛来提升茶农红茶的制茶技术。这届拔茶会对9月初7到16连续10天，嘉义县府邀请介意啉茶民众到时阵来嘉义奉茶。